运球，运一下，运一下。按膝盖为蹲这样子。詹森现在已经会当正常运球以及投篮，其实伊已经有10外档无从事这项一项的运动，因为过去受到侪次运动伤害，膝关节受伤。伫其他病院治疗时，医师甲伊讲，必须要换人工关节才会当恢复运动。但当时才23岁，伊无想要遮少岁就手术换人工关节，也因此放弃了上爱的篮球运动。23岁的时候打球的时候撞到受伤，然后去看了多家大医院，看完之后，儿子直接叫我打抗生素，然后发炎。他那时候有照了20公针，可是也都没有什么效果，就持续吃了抗生素，吃了半年左右，我觉得好像也没比较好。然后后来医生就讲说，半年就不要运动，那这样就好了，可以走路这样就好了。说好吧，那就放弃运动吧。詹森卡拉夫的旧伤多年无好，伫去年开始，连屈落来卡拉夫拢会痛，予伊非常的困扰。经过朋友介绍，来到安南病院检查，骨科主任医师张伯群采用关节镜手术为詹森治疗，现在恢复十分的良好，不但会当屈落来，嘛会当恢复走跳甲拍球。他软骨经年累月受伤这样下来，他已经没有再生的一个现象嘛，他的细胞也有点疲倦了所以我们做的只是把坏掉的把它清除掉，然后把它骨头表面钻一些小洞，让它做再生他因为够年轻所以说那个软骨有再生的能力，他也顺利的就是在我们核磁共振上面确认它有长出一层，所以他以后如果再好好的保养的话我想人工关节应该是很久很久了之后这样的情形。张伯群主任表示，半月板切除伫骨科手术算是相当普遍。伫今年研究显示，半月板的保留对着关节功能以及后续片面退化是相当重要。连带修补妨害技术也愈来愈关键。伊也提醒有运动习惯的民众，要把握适当的时机甲条件，趁早进行软骨再生治疗以及半月板修补，才会当有效改善运动对着身体带来伤害，降低后续关节退化的风险。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